秋天季節又嚟啦，今日同大家行一條初中級路線，依家出發。大家好，早晨。咁我今日嘅目標首先係荃錦馬開始出發，最終就係大欖隧道轉車站完成今次旅程。大家用自己嘅方法搭車喺大帽山郊野公園站落車，依家就沿我身後邊嗰條路出發。由起點行咗50米度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靠右就繼續往甲龍林徑方向行。沿路行落嚟呢個位置，咁我依家就會轉左，就繼續行甲龍林徑。沿甲龍林徑行落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腳直行，就往河背方向行。沿路行過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上邊咧就去鱷魚朝天，可以出翻荃錦公路嘅。咁依家咧就腳直行，就繼續往河背方向行。沿路行過嚟，嚟到呢個路口，呢條路就直上鱷魚朝天，依家就腳直行，就落翻去河背。沿路行咗3.8公里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上面就去荃錦公路，依家就腳直行，就繼續往河背方向行。起點行咗5公里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腳直行，就繼續去河背。喺分岔路口行咗20步度，就嚟到另一個分岔路啦。依家就轉右，就落去河背。沿樓梯行落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呢度就係河背水塘，依家就轉右，就行返出去河背水塘嘅主壩。喺嘉樂徑出口嗰度行過嚟，經過河背水塘嘅主壩，咁依家就近完主壩就出返去河背，咁就可以搭車離開。行到去主壩嘅另一端之後，就沿石屎路向下行，往河背村進發。我哋而家就途經有機農莊，石屎路落嚟，嚟到河背營地，依家就繼續車路就出返去大欖隧道轉車站。沿石屎路行落嚟，嚟到呢個 T 字路口，依家就轉左，就進入河背村。沿石屎路行過嚟，經過河背村鄉公所，依家就繼續沿馬路就行返出去。我哋而家咧就離開河背村，嚟到呢個分岔路口，依家咧就轉右，就繼續沿馬路一直行。沿住河背村路行出嚟，
嚟到呢個路口，依家就轉左，就出翻去大欖隧道轉車站搭車離開。沿住呢條樓梯級上嚟，嚟到終點大欖隧道轉車站，完成今次旅程。今次行咗11.8公里，需時2個半鐘。依家搭車走，呢條片分享到此為止。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、分享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位於白鄉嘅河背水塘，而家係一個灌溉水塘，佢擁有 S 型嘅長水壩，景色十分優美。我哋嚟到壩底啦，由於水塘嗰啲水滿咗啦，所以今日我哋見到好難得嘅排洪情況。如果大家係去側邊嘅家樂徑行一圈嘅話，就會經過一大段嘅竹林，係一個打卡勝地嚟嘅。吸引咗好多人喺秋天嘅時候就嚟呢度打卡影相。